西西，你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，你干嘛呀？我下床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奶奶说了，这2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必须在床上休息。快躺好。不是，我先下去一趟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躺好。你要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。没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定要下去一趟啊。行了，你就躺好吧，有什么事我帮你做，好吧？顾先生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也能替我去吗？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，慢点啊。没什么，我自己去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我腿受伤了，顾先生也没有去公司。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贺琴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。流氓行为，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，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！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奶奶。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怎么无所顾忌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注意点啊！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！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！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这。